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大家好，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我係 Michelle。今集我哋將會探討地緣政治風險之下，我哋對貴金屬、股票同埋外匯方面嘅睇法。今年黃金同埋白銀飆升，反映咗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同埋全球新格局嘅出現。而避險貨幣好似瑞士法郎同埋澳元亦都表現優異。美國近期喺委內瑞拉嘅行動同埋同北約盟國喺格陵蘭上面嘅爭端，凸顯咗二戰之後全球秩序正係經歷重整。我哋認為金價嘅上漲受惠於新興市場央行強勁嘅需求，因為呢啲央行尋求降低對美元嘅依賴，並且進行多元化嘅配置。雖然金價過高，增加咗短期內回調嘅風險，但係市場持續憂慮聯儲局獨立性，並且預期聯儲局將會任命一位立場更加鴿派嘅新主席，可能會進一步削弱美金，支持金價上漲，進而鞏固黃金作為投資組合對沖工具嘅持久價值。雖然地緣政治挑戰持續存在，但係我哋仍然傾向於支持風險資產嘅投資策略，因為企業盈利強勁，尤其是係喺半導體同埋互聯網公司嘅帶動之下，美國科技行業盈利增長為各行業之首。我哋認為記憶體價格飆升同埋半導體設備嘅需求將會繼續支持呢個行業嘅強勁表現。而睇返外匯方面，美金嘅疲弱令到歐元持續走強。歐洲央行官員表示，如果歐元嘅升勢持續，可能需要採取政策應對措施去到抗衡通脹嘅潛在影響，而歐元對美元亦都可能喺短期之內出現整固。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多謝你哋嘅收聽。如果你對以上嘅內容感興趣，記得點讚同埋分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